Hello，大家好。原來坐喺張凳嗰度咧都可以訓練肌力嘅。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咧點樣訓練我哋大腿前方嘅四頭肌。我哋需要一條彈力帶，係啦，OK。好，咁啊，我就示範我嘅右腳啦。咁啊，腳板底踩喺帶嘅中間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喺上面咧腳面咧包住佢一個圈先。好，包咗佢之後咧，如果仲驚甩嘅話咧，唔緊要嘅，係啦，喺隻腳前方擺個交叉。跟住咧，另外一隻腳攬出去，咁啊雙手點擺咧？你可以咧，係啦，呢度翹一個圈喺個手掌心嗰度，好，咁跟住扶住張凳，坐直個腰背，好，吸啖氣啦，係啦，呼氣，綁帶嗰隻腳向前踢啦，我哋用5秒時間，1、2、3、4、5，跟住落翻嚟，1、2、3、4、5，係啦，你會大腿前方咧係會覺得有用力嘅，同條帶鬥力喎，係啦，2、2、3、4、5，跟住吸啖氣唔喐，係啦，呼氣落翻嚟2、2、3、4、5，期間記住啲腳趾要放鬆喎，做多一次啊，呼氣3、2、3、4、5，記住腳趾放鬆，坐直腰背收腹，呼氣落翻嚟3、2、3、4、5，係啦，咁已經咧覺得咧個大髀面前咧呢一塊四頭肌咧已經覺得攰，咁可以試下咧初玩嘅朋友咧5至8下為一 set，可以做2 set 先嘅，咁啊記住做完一隻腳再做另外一隻腳，下次見，拜拜。